點解有啲家庭一代勝過一代呢？而有啲家庭卻一代不如一代呢？其實家庭嘅興衰並唔係話毫無徵兆嘅，而係有跡可循嘅。如果一個家庭一直都富唔起來呢，好有可能係有5個原因嘅。嗱，如果中咗其中一條呢，你哋真係要注意啦。第一，長輩係只會顧住自己，一個家庭想要興旺呢，從來都唔係話靠一代人就能夠完成嘅，而係靠一代又一代嘅托舉。如果屋企入邊嘅長輩只係成日掛住享樂呢，從唔考慮仔女嘅教育啊，咁小朋友呢，只能夠將父母嘅彎路重新行一遍嘅啫。而呢啲人呢，只能夠係等到自己老咗，手入邊係冇積蓄，仲反過嚟用孝道去綁架仔女，指責仔女唔爭氣。如果咁樣嘅家庭呢，只能夠將貧窮一直咁樣延續落去嘅。第二個，親人相互拆台，有句說話講啊，相互補胎就好戲連台啊，相互拆台就一切倒台啊。其實家庭就好似一個團隊咁樣，只有你心往一處諗，力往一處使，一家人齊齊整整先能夠行得穩健長遠啊。但係如果屋企裏邊嘅兄弟姐妹各自為政嘅，每一次見面都只係互相攀比咧，互相睇唔起，咁呢一個家咧就好快就會散㗎啦。更加唔好講話家庭興旺啦。第三，就家人之間只識得索取。一個貧窮嘅家庭字典裏邊係只有等、靠、要呢3樣嘢。等係只要遇咗困難唔知道去做啲乜嘢嘅喎，就係諗住等啊等啊，等住就好啦。咁靠呢就係細嘅時候靠父母，結咗婚之後呢就靠伴侶，老咗之後呢就靠仔女。要呢就係覺得邊個都爭佢嘅，我講好有道理，得唔到啊，佢從來都唔識去反思自己嘅喎，永遠佢都覺得自己係啱嘅喎，你成家人都永遠困喺呢個邏輯裏邊，咁就永遠都行唔出呢個貧窮嘅怪圈啊。第四，冇正確嘅金錢觀念，越係貧窮嘅家庭，佢就越唔會規劃自己嘅金錢觀念，佢哋總係認為錢係用喺關鍵嘅地方就係啱嘅，咁唔該使嘅佢就絕對唔使。有時候啊賺到錢啦，買個名包包啊，食餐好嘅飯啊，佢哋都唔會去做嘅，有一分錢佢都唔可以亂使嘅。咁樣嘅家庭呢，其實係一直都係活喺別人嘅目光同埋嘴巴裏邊嘅，又窮又虛榮，係冇可能翻身噶。第五呢，就太在意小事啦。貧窮嘅家庭呢，有個共性呢，係只會關注一啲嘅細嘅事啊。今日同朋友食飯又計較對方有冇俾錢啊，行出去飲封個紅包又話驚住蝕底，成日睇住雞零狗碎嘅細事，邊有精力去規劃家庭嘅發展啊？要知道家庭嘅核心永遠都係金錢，如果大家都冇心機去揾錢，咁樣嘅呢個家庭永遠佢都唔會負得起身噶。以上呢5個原因雖然係好現實，但係都好實際啊！我都希望大家嘅家庭幸福越嚟越好，家庭興旺啊！嗱，你哋話老潘我講得有冇道理啊？精神！